大家好，又嚟到舐舐嚟。星期六晚上作為一個宅女，當然是留守喺屋企等我最愛嘅 BL 更新，同大家一齊睇入戲第7集。好中意佢哋呢一段下海報嗰段咯，呢段劇情喺小説嗰度都有刻畫得好詳細。黐線，誰能抵受得住係咁直球告白嘅帥哥？呢度真係我覺得好天才咯，搞到我都好想搞個，我想揾兩個帥哥佢哋咁樣影啊，咬住玫瑰花親親呢個嘅畫面。帥哥，我和你說的話，你是沒往心裏去嗎？去了，去了，你還纏着他？去了，還射了。你是以為年少輕狂如日中天，你可以錯。反正星耀娛樂會給你這個公司一個兜底，可是準呢，他沒有你那麼多機會。太認真啦，唔需要咁認真嘅。而家呢個年代，大家發現你哋兩個係真正一齊嘅話，你嘅事業先如日中天啊！你哋最好真係去結婚添啊！一言不合就攞嘴堵住對方的嘴啊！咁樣先係正確嘅做法。冇，不過帥哥先可以咁，喺現實嘅世界就唔好。我中意呢度啲 NTR 偷情感啊，冇眼睇。你看，我哋有眼睇啊，咁精火眼睇添。黐線啊！公開啊！我都好開心咯，小情侶。別這樣，我沒看到。可我就想牽着你的手，不僅如此，我還想使勁把你揉進我的身體。嗷！走，去我那兒。原來呢度係真心主動揈咗佢隻手㗎。陰公豬豬啊，虐心啊，係我都唔開心啊，係我返屋企喊3日啊，衰啊！唔係啱啱先確定真心真意嘅咩？唔係啱啱先確認戀情嘅咩？激死啊！呢個小子，浪漫雪中親吻啊！心意相通先，我有時都覺得咧，佢哋中意對方個心情咧，中意得太快，但係我自己就會覺得其實佢哋心情上轉變嗰種感情上刻畫可以再細膩啲咯。因為入戲好中意啦，跟住之後我係有補小説嘅，咁但我小説有睇到已經劇集而家依度咯，一係大概知道佢後邊咩方向嗰啲咯。我驚我唔係就住睇，但係佢前面開高開得好高咯，希望佢冇爛尾，就係咁。咁今日分享到此為止，主要今日就係陪我睇，好啦，下次見，拜。